6萬首付可以攞低明珠站800米距離嘅呢個4房，到底係咩樣？就我哋想去睇下。近排咧，好多朋友仔喺珠海中山睇樓，因為咧大灣區1個小時嘅生活圈太方便啦。如果你想喺珠海買樓4房，有啲壓力嘅，你一定要過嚟睇下呢個樓盤，你先至做決定哦。咁我哋咧嚟珠海嘅明珠輕軌站嘅話，只有800米嘅距離喎。咁小區出翻珠海嘅奧園廣場咧，仲有山姆會員店，都係6分鐘左右嘅路程。咁去翻拱北口岸喺澳門翻工嘅朋友仔，一個輕軌站就到噶啦。而且你就算揸車都係15分鐘左右嘅啫，因為我哋呢度有金琴快線啦，仲有嘅話就係香海大橋啊，成個珠海15到5分鐘你都可以喺呢個小區通行啊。最主要咧，我哋嘅呢度依家推出咧就係30棟嘅120平方嘅4房嘅戶型啊，單價1字頭，連總價都係1字頭嘅啫喎。小區配套咧有游泳池啦，環小區跑道啦，仲有嘅話細蚊仔嘅遊樂場。出翻小區門口就有港珠澳嗰啲巴士站坐啊，真係超級方便嘅。就我哋想去睇下樓，我哋依家嚟到咧就係呢一個係30棟120平方，亦都係一個熱銷嘅戶型啊。4房嚟嘅，我哋一入戶呢個地方咧可以做兒童房啦，可以做書房，相當之實用啊。咁我哋嘅客廳啦同埋餐廳係一體嘅南北通透嘅戶型，而且廚房嗰個位置咧都有個生活陽台喎，採光同埋通風效果都係拉滿晒嘅啊。咁我哋咧嚟到呢邊個長者房間朝南向嘅，洗手間亦都係乾濕分離嘅喎。4間房有3間房四正正啦，可以滿足到就算二胎嘅家庭都 OK 嘅喎。如果有興趣喺呢邊嘅單位，可以俾珠海嘅話省翻100萬嘅預算啦。有興趣嘅朋友留言新姐，我將戶型圖同埋詳細資料發俾你，亦都可以線下讓我睇樓啊。